是刘兄。我六部捌4摆攻打明朝，侵占了袂少的边关城池。不幸沦落伫铁幕内的百姓，人心思寒，拢希望王师早日会当拍退叛兵。番邦丞相克努台准备起兵夺取大明江山，明军早就已经探知伊的阴谋，所以派出多位密使潜伏伫各处，暗中监视克努台。夏侯平本为名将，本着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之心，诈降番邦，顽固禁卫军总教头，深深得到克努台的信任。但是不知情的爱国之士，拢对伊指责唾骂，闻之入骨。老爷，我征服了。老爷，哦，什么代志？老爷，少爷这个倒转来，这就是少爷拜托人送倒来批信。你终于要倒转，我白囝就会当见面。老爷，少爷离开你的身边，去五台山学习武艺已经12年啊，今嘛已经中大成人，
武艺已经学成啊，即马倒转来，就会当帮助老爷你。老爷，我来下午接少爷倒转来。今仔日要来咱这个青湖镇，这是有影也无啊？哪会无影？人阮小姐是干那对车嫁，也要做要陈老英雄因兜啊，叫休一暗尔尔。亚明仔载啊，要赶到迄个郑天府，去到迄个楚老英雄的公主楚江文拜堂成婚啦。听讲文小姐身在国色天香，文才书景，堪真是绝代美人啊！都点呢？遐个楚公主吼，不择剑法精奇，武艺高强，如果人品出众，这文家甲楚家的头来结成亲家，算起来是一段美满的良缘呐。是，一段美满的良缘。也有的哦。人这个楚公主的老爸啊，楚老英雄是前时山西武林的名主，人称神剑，也是专门有一口叫驱甲宝剑。听讲哦，楚老英雄已经正式将到这驱甲宝剑来传授给伊的囝楚江文，你知影唔知啊？那你讲以后山西武林的名主，唔就是楚江文咯？是啊，也毋过人迄个温家也无输于楚家，你知？现今嘛，这紫云山庄最富有名门，听讲阮老夫人啊，要互伊的查某囝的嫁妆，就是一开个百宝箱啊！内面有来装着迄个价值连城的珠宝，你知？哇！那呢楚江文带武风亭过门，等于带一座金马山嘛。是啊，而且美人财产，会那个人财两得。
食嘛，哪会还无要困啦？家己一个人踮咧遮，你是伫咧想啥？哪会想到咧煮啊？无啊，你明仔载是要过去错噶，要甲楚公主两个人缘分拜堂啊呢？哦，看你的心情，莫非你敢是去想到迄个？是毋是用咧将我拍落来飞眼害我？喊你是会用的，你爱甲我回失的。回失的？嘿啊！你只要落落来时阵哦，害我迄么惊死呢，甲我回失的，通我压惊。现地，唔通对人无咧。行闹闹。太气啊！想东想西，你唔通袂记得讲你阿姨甲你交代的代志啊？爱着你成事，这种代志，我是现在一点仔就唔知影。家己将军在眼前，因两个人既然的相带走。志分三组，是武林世家，因安尼做，不但会迫害着门户，也会毁灭着因家己。而且我闹迄个面，通我去记死去的阿爹。天后，代替恁表姐，嫁去错家好。为着要挽救阮家，以及着恁表姐的面前，只有这个办法。对即马起。我莫叫你电河，我叫你红丁，好无？
你规个心。阿姨，我答应你。我既然答应姨母，都不应该后悔。也毋过，因为我是安怎，会感觉心神不定、坐立不安的？敢讲是为着伊？小姐，夜深啊，好困啊啦。你先去困啊。啊，你到这边来哦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计话免讲，把无想退出来。动手！恶菜！警察，对，这好我就好啊。你是尹凤珍小姐？是啊，多谢公主救命之恩。看来在下这次又搁多此一举咯。公主，你这句话是安怎讲的？南山表开口言，心怀绝个啊，比风干。何用在下来相见？有眼不出啊，不识泰山。如此的夸奖啊！不敢当，公主你不开呀，记啊记风啊！小小的摩擦，虽不屈，相求大恩啊，我应不来忘。李小姐，在下还未向你恭喜咧。听说你这摆是要去定天府，甲伊楚江文成婚啦。错嫁甲应嫁，同为武林世家，结成婚姻，乃是一桩喜事。但是差一点仔变成祸事，是人今后，通搁再变成婚事。尹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？对啦，我还未请教公主，你尊姓大名？在下夏好娇，在五代学艺这处下山，是要到定天府，甲我老爸修炼。哦，定天府
福星下好的人，只有是总教头夏好平一个人啊。正是家父。你是卖自救伊，做着违逆夏好平的囝。亚青，恕我不能奉陪。嘿，大个啊！啊，这因小姐是足无意思的呢。我想讲你救伊的性命，也无要问一个清楚，都乌白误会下伯父。误会教父，世上唔只是因小姐一个人。天是流香。奇怪，请过的校务连一点仔光线都煞无，敢讲拢总无人伫。开门啊！哎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有人伫无？喂，哇，拢无人呢。小雅，小雅，小雅，你小雅，我是老龙张虎。对我，小雅，对我，小雅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为什么？老爷伊，老爷安怎？老爷伊代志来暴露，唔愿受到环境的侮辱，所以咱自真心。